台电最近当咧招考新的员工，不过因为少子化，今年报名的干那要到15000人尔，是这几档上少的。这嘛，互录取率创下这几档来的新高纪录。到想要做台电员工咧，都要靠考生伫考场顶悬详细应答，才能金榜题名。原来台电杂志伫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佮花莲4个地区11个考场举办新进雇佣人员初试，等到后期录取完成训练了后，正式请起薪差不多是3万2。年资也是往上爬，这样子，就薪水又越来越高，这样我觉得还不错。也是评估了好几个。国营事业的工作，那台电真的是不错。台电比较有稳定的工作，发展会比较顺利，因为我现在是考雇员，我之后还会再考职员。台电表示，因应退休人员确保稳定用电这目标，积极招募新人。这摆新进人员雇佣人次，吸引将近15000人来报名，按算录取1103人。实际到考人数是8387人，到考率是56.3%，总来平均到考录取率13.15%。其中以会计类别上竞争超过400人前3名额，录取率不到1%。而配电线路维护有7843人来报考，抢429个名额。综合行政类别有将近8300人报考，录取名额只有119人。另外，最近有监委针对核电厂控制能力启动调查，台电做出回应。针对不同的这个震度的危害影响的评估等等，那确实如果有不足的，那台电也做了一些补强哦。那相关的报告其实做好之后，都已经送到所谓的原委会那边哦。那他们审查之后，大概包括这次监委如果要来调查，大概台电也会提供相关的资料。台电表示，有关核电厂，不管是延续也是起，拢爱得到国家认同。另外，安全甲地动这因素，拢爱特别考虑。那监委有需要台电来说明，也提供相关资料做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